车北载3500多位旅客对加人港出发的邮轮沙伦纳号，因为船只故障，掉伫咧日本 Okinawa， 晚上下晡就会驶转来到台湾。不过旅客是真不满，因的行程全部拢乌有去，船方嘛拢无及时来解说清楚，所以这阵是造成自救会要求船方得爱退钱，而且替因出对港口登去到厝的交通费用。昔来状况正水，这邮轮就当出国。自贵人港出发的哥斯达邮轮沙伦纳号受到旅客假期，因过吹飞一班邮轮载着3536位旅客，这马上被留伫咧安谢新港。船有技术性问题，然后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，也不告诉我们。然后它低楼层就是2楼，然后就有那个油耗味，引擎一阵一阵的声音，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敲敲打打声。船顶的游客真不满。这马山什么拢无算到。原来这台邮轮本来吹飞上船了，吹到那霸港，本来伫吹着岸要去石原岛，结果旅客困一醒起来，船拢无叮当。到暗时，搁再被扭去安谢新港，上尾还才通知讲会伫咧11下昼回航。其实满头问号，因为我们正在排队要下船，他们的护照影本就被收走了。游客也不满船公司本来是11下昼2点要回航进前，会当自由活动，这马也临时取消，所有行程拢挥发去。哥斯达邮轮原本预计在11号早上9点就抵达基隆港，实际来到基隆港务分公司大厅空无一人，也挂出取消公告。贵人港规个康罗索，甚至有旅客本来是车救好啊，这马连原本按算11中昼要出发的后一班邮轮，也伫前一天才通知临时取消。真侪人来了坐无船。那其实大部分的旅游不便险都是有限定航班或是定期航班哈。那像一些我们常说的邮轮哈，其实都是不算在定期航班里面，所以都是没有理赔的。哥斯达邮轮也发声明讲取消船班，并且提供游客转坐其他时间的行程。不过大部分的旅客是无法度接受，恐吓一个等待上尾的协调结果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